台南市对4月份办完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一直到最近零酒锦标赛，议员李宗霖关心周边的商品到底对来。不但零酒锦标赛的奖杯是中国做的公版，佮被选手批评甲过去的品质差真济，而且无特色，就连全中运周边的帽仔嘛拢是中国货。这个头套从中国来的，我们再放大一点，它上面写“中国台湾快件”。中国台湾这4个字，你忍得下去吗？对此，虽然体育局产生是申办厂商的问题，奖杯的部分会伫1个月内要求厂商重新来制作。另外，议员嘛追求全中运发予小朋友的吉祥头套，产品的安全性，甚至货运的标示中国台湾的快件，根本是矮化家己的国家顶所失。要求市府依法爱来听取。对于失职的同仁，我们当然会有该有奖就有奖，该有惩就有惩。你说这个我们一定为了检讨，一定要觉厂商来好好的这个检讨，该罚的我们一定会找厂商来处啊。要求市府所有的单位以后对于包商跟这些厂商要严加的来审视跟检查。对于奖杯到周边的商品帽仔顶。另外，伫个衫的部分，虽然印有台湾制作，但内面却无打标签。对此，发展处虽然回应，工作服因为无流入去市面，无一定爱打标签，但议员认为，依照政府的采购，还是要符合商标法的规定。对此，市长嘛回应，标签的认定未来会严格来看待。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